但这是奉主要所基督的性命来举行詹水平传道师、洪立牧师凯就任富强教会青年事甲牧师受一天温礼拜，请奏乐。地会员入场，请会众起立。会众请坐。伊所赏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甲先生，为着要互圣徒招庇来做找因的工，去做基督的身躯。列位主内兄弟姊妹，照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以及规则，詹水平传道师已经受富强同会监选通过，也得到中会赶做托动。即时自己伫遮照礼典来奉立牧师，愿主赐福这个礼典。请咱起立来吟圣诗20首。圣父上帝踮天顶，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咱议员兄弟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使用告别来告别咱的信仰。阮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也都一真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实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顶十字架死，搁活，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和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赏赐开咱，互阮伫万百事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
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团结，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国建军伫本地，认同所有的子民，通过疼甲受苦来成做毋望的记号。阮信人对上帝恩典来悔改，做得赦免，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荣光上帝。阮信上帝予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有责任甲伊三甲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制度，也有文艺、科学，搁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做误用者的温数，破坏人万美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伐，互受压制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成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门。请坐，咱请中会副议长廖福来牧师带领咱的祈祷。三甲来感谢，主上帝，阮高举你最大，阮感谢主你，伫早时的引带甲带领，会当通过着济人的扶持甲帮衬，也互随便传道师伫神学教育、伫家庭的栽培，会当互伊顺遂伫今仔日，伫遮要来奉立牧师。阮知影。这是一个恩典的记号，上帝你也特别恩待伊，互伊也伫伊的遮的厝内人，则特别来支持伊，特别伫即间教会要来成做青年事工的牧师。阮搁一遍来恳求你，施乐的恩典伫伊的身上，互伊会当记得圣经所记载的。无互人看伊做年轻，因为是上帝你所要动用的。愿上帝你加添伊智慧，加添伊气力，伫今仔日会当搁一遍，伫众人面前来誓约，来奉立牧师，搁一遍，互伊通记得今仔日的日子，伊需要更加努力，伫即个圣工的顶面，成做主任牧师的帮衬，成做即间教会。济人会当受得着利益，阮恳求你施落你恩典甲阮同在，赏赐阮教育气力，也互阮常常为着伊来做代祷，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阿免。有强教会圣歌队带领咱的学咱的上帝，所谓学乐的诗歌是因为游荡的国度。
上主的祝福的确永远记地，永袂摇动。阿门。咱这是请众位牧师、主动牧师带咱来公读上帝的话。这是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12节到15节。总是人用金、银、宝石、茶、草、稻果，伫即个起地基顶，逐人下工要显露，是迄日要安那显明伊，因为要对火来显现，佮火要试验逐人的工是甚物款。人所起做的工，若夭留地，就伊要得到工钱；人的工若烧了去，伊就拄着损失。独独本身要得到救，毋过是亲像对火中脱出。愿主的话刻掉伫咱的心。咱请众会议长新建义牧师，甲咱分享上帝的话，尊贵的圣道。咱请议长。好，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尊贵的信徒，为什么咱要讲做一个尊贵的信徒？尊贵的信徒，就是伫上帝面前，互伊看做有价值，互上帝看做宝贝的儿女。咱较早所读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12节到15节，互咱答案，以及互咱一个信仰的第一提醒。金银宝石、茶草稻果，点出着基督徒，点出着信耶稣的基督徒，活出无共款的信仰的价值。金银宝石、茶草稻果，点出咱这个信耶稣的人，活出无共款的信仰的价值，以及将来日末这中间，你甲我所要得到的奖赏。信耶稣的人百款。总是咱爱努力，成做一个得胜的圣徒，就是伫上帝面前看做是尊贵的圣徒。阿免。安尼，互咱来明白，伫咱生活中间去拄着火的试炼，伫生活中间去拄着患难困苦的磨练，这个拢是对你对我拢是好的，是有利益的。为什么？因为通过火的锻炼，要互咱活出一个无共款得救啊个得胜的生命，就是有金银宝石的信仰。伫保罗的宣教的中间，咱会当看起着一寡的教会基督徒活出金银宝石的信仰，总是嘛有一寡基督徒的教会活出茶草稻果的生命。平平共款是耶稣基督拯救的福音。对无共款的所在，信耶稣对福音回应的人，却产生无共款的回应甲效果。来看《使徒行传》第17章第1节到11节，《使徒行传》第17章，迄内面记载着保罗的布道团队因来到伫帖撒罗尼迦，伫迄中间，保罗布道团伫遐来讲起着上帝的拯救，真济的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以及尊贵的富人人，拢伫遐来信耶稣。第5节甲咱讲，独独犹太人伫遐怨毒，独独干那因犹太人伫遐怨毒，毋若怨毒，佮召集即个市内的即个傀儡伫遐来教唆百姓组织，要来攻击迄个耶稣的厝，因为迄个时阵伫耶稣的家饲走假教会、家庭的教会。地教互因即个信耶稣的人去用掠去伫官府，伊毋若安尼，搁伫遐使弄官府讲，迄个拍乱天下的人到遮，耶稣接纳因，即个人拢违背着该杀的命令，讲有别个王耶稣。百姓甲地方的官听着，非常的惊吓恶影，所以就将耶稣甲其余的人安那来甲关起来，搁甲因摕着保证金、赎金了后时阵。甲伫遐放开。第10节甲恁讲，对安尼，即个打信主伫帖撒罗尼迦的兄弟姊妹，就找保罗、西拉，因的布道团紧去到别位，毋通阁踮伫遮，去到即个比利亚的所在，
因两个人一个到游完，因的宣告策略就是去到伫犹太会堂。伫迄中间，伫11节非常要紧，甲咱讲遐个人，什么遐个人？比利亚人，因比帖撒罗尼迦人较文明啦。白话语翻译做文明，伫中文叫做尊贵。遐个人比利亚人的人是比帖撒罗尼迦的人佫较尊贵啊！因为因听记到这的道理了后时阵，因有咧查考圣经，看果然有这的事啊无。所以兄弟姊妹，只互咱通看起着福音平平传到伫欧洲，欧洲福音平平传入人的心上，总是咱看起着比利亚人对耶稣基督福音的反应，是比帖撒罗尼迦人安怎较文明。文明的原文叫做 eugenes， 又有尊贵、高贵的意思。eugenes 人的心灵的尊贵，是咧指人心灵的尊贵。意思是讲，比利亚人的内面的良善，比利亚人因的思想佫较高尚，高尚赢过伫帖撒罗尼迦人。所以，而且互咱通知影，无论你住伫倒位，你一个区域，你一个所在的人，咱每一个人，咱的念头中间拢有善甲歹的念头。这也就是保罗先生常常咧讲的：明知会好，咱做袂出来；明知会歹，偏偏去做。善恶的念头常常嘛伫点伫你甲我咱内面咧掺杂。安尼是安怎样讲？比利亚人伊内面较良善，因的思想较高尚，赢过帖撒罗尼迦人呢？因为介在伫即个善甲歹的念头，倒一个较大声显露出来。善恶会在我们内心当中有所冲击，但是呢，我们要常常像比利亚人同款，让善的意念常常跑出来，在我们的内心，把它显露出来。意思是讲，这个帖撒罗尼迦人因内面有良善，因的思想嘛是高尚，总是比利亚人因是比帖撒罗尼迦人常常的显露出他们内心的良善、思想的高尚。所以圣经就指这的比利亚人是较文明，就是较尊贵的基督徒。若讲，那北边伫北区。阮东区的人较尊贵，阿免。你住东区啊，我讲恁的话拢无要讲。你听有无？那北长老教会、南中会80间教会，阮富强啦，不搁强盛，有无？较尊贵。你听有无？所以才互咱看去，当一个人、当一个所在、当一间教会的兄弟姊妹，常常显露出你心中的良善，还有你思想的高贵，你就伫上帝面前真做尊贵的人。所以，咱富强教会的兄弟姊妹，咱无论伫小组，无论伫咱的教会大家庭中间，都爱常常显露出咱内面的尊贵，那个善的意念，迄个高贵的思想中间，爱来显露出来。当我们这样子的显现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子的表露、互相的对待的时候，你伫上帝面前是尊贵的。阿免，甲你边仔讲咧，你是尊贵的。尊贵的人伫上帝眼中是金银宝石。阿免，千万不要成为草木禾秸。而且，互咱通看起着安尼，议长，咱伫信仰中间，我要哪会通真做金银宝石？伫上帝面前，真做一个尊贵的基督徒。我要安怎，互我家己常常活出我内心的良善、思想的高尚，伫上帝面前，真做一个金银宝石、尊贵的基督徒呢？大声记落来啊！调整我们的看法。你要哪真做一个尊贵的基督徒，就是常常调整咱的看法，改变咱看代志的眼光。我有一个同学非常的优秀，这段时间，伊原本爱做议长，尾仔走去做义务。做义务了时阵，伫今年中间看起着，伊用一个新眼光，伊叫做中日新，新眼光吼，我有咧甲看咧，内面的内容真好啦。你甲咱看起着，你拢会一寡小故事大道理，特别是讲阮
咱的情绪中间免来看，免来表露，看一寡代志的中间，你的反应就看出你生命的深度。所以，才互咱当看去，调整我们的看法，改变我们看事情的眼光，会互咱成做一个尊贵的基督徒。为什么？因为怎样看，咱的专注到伫倒位，会影响到咱所看到。你怎么看，会影响你所看到的。了解无？看起就真传道水平高水，愈看愈高水，有无？你的内心是高水的，你怎么看他，有无？你就看到他里面的良善。为什么？因反射出你内面的良善啦。你甲我人的眼光总是偏见的。我咧看中，安那甲看中间就看这边。但是咧，咱实实在在充满的人中间，毋是这边这边，后壁都有啦。这就是上帝的眼光，甲咱的眼光无共款。调整咱的看法，甲看代志的眼光，会互咱成做尊贵的人。因为你甲我的眼光往往是浅见跟偏见，只有看你所爱看的。但是上帝的眼光是全方位的、永恒的视野。所以，咱就爱伫咱的内心的良善以及高尚的思想，常常来表露伫咱看代志，咱的眼光啊。所以，注目在良善跟美好，咱就常常看到人的好，因为上帝是好，阿们。咱若安尼，咱就成做一个尊贵的基督徒。使徒行传第11章中间有讲起到一个人嘛真尊贵，这个人就是巴拿巴。伊去到安提阿，因为安提阿伫遐真福音啊，所以咧，就找见这个使徒就提见伊去。你到第23节中间，巴拿巴已经到，就是到伫这个安提阿的所在，伊安那圣经讲伊看见上帝恩就欢喜啦。他看见上帝的恩典，他就高兴。伊欢喜什么？看见到济人伫遐信耶稣。基督徒的名称嘛是对这个，互人讲这是基督徒，就是对安提阿开始。24节讲，伊就是啥人？巴拿巴是好人啦，有圣神甲满满的信。对安尼，上帝就加添济人来归主。所以这段圣经在中间，互咱看见到初代教会的发展。福音传到伫安提阿的所在，无论犹太外邦，有济人信主，设立了教会。这个消息传到登去到耶路撒冷的大本营，教会的首领哇，心无啥放心，喜忧参半，伊就差遣这个巴拿巴去安提阿来了解教会的情形。咱甲老讲去，巴拿巴一个到伫安提阿教会时阵，伊看去什么？上帝恩典。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互人，无分本国甲外邦。看起了济人来信耶稣，为什么巴拿巴会欢喜呢？因为巴拿巴伊怎样看？他怎么看？伊注目伫伊所看到的，因为伊在看，伊专注伫倒位，就影响到伊这个人所看到。巴拿巴是看到上帝恩典。看起到上帝恩典临到伫外邦，临到伫犹太人，所以为什么圣经称巴拿巴是好人，就是良善的人？因为巴拿巴伊怎样咧看上帝恩？伊只有专注伫上帝恩，伫生活中间，伊常常活出迄个内心的良善、思想的高尚，伊就伫上帝面前，成做金银宝石、尊贵的基督徒。尊贵的基督徒。是以信仰迈往金银宝石得胜的方向。因此，尊贵的基督徒，伊会当看到异象，看到上帝的恩典，看到耶稣基督的神迹，看到圣神的做工。意思是讲，你对一个所在咧看，你朝哪个方向看，你的人生就行去倒位。年轻人，你的眼睛看到哪里？看到你自己吗？还是看到神？你的目睭的方位看到哪里，你的人生的方向就在哪里。咱知影，咱要知影咱将来的未来。咱现在所看到的，就是咱将来的未来。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我们将来的未来。因为咱看起的是信心，咱就用信心的方向来看。咱看起是正向的，咱所看起的，就是朝着正向在发展。
所以你甲我，咱要成做一个尊贵的基督徒中间，咱都要常常将咱内心的良善、思想的高尚，常常把它表现出来，互咱的眼光中间看的是看到恩典，看到新约，看到上帝的救赎。接下来，咱要哪，互你甲我的性命，成做金银宝石，成做一个尊贵的基督徒。第二，就是改变咱的表达。改变我们的表达，改变我们的表达合神心意，我们就成为一个尊贵的基督徒。咱知影，用话语把美好的代志给表达出来，只有伫言辞的表达，咱才有法度来保存留下美好。同款一件代志中间，咱会当有正向的表达，也有负向的陈述，你知无？为什么？因为你所看的是负向，你就朝负向的陈述；你看的是正向的，你就从正向的表达了。这个表达出来时阵，需要什么？讲话话语啦。咱只有将失败甲看作是一个成功的过程，咱就袂失败。阿免。咱每一件代志要做到成功，无半途而废，会通保存伊留住美好。好的物件，拢需要大师不断的打掉重练的成果。所以呢，越练会越老练。所以才互咱通知影，咱会通将美好的感觉、疼心、信心，用话语、用诗歌、用音乐、用艺术来表达出来。安尼，咱才有法度来保存留下来。咱学音乐的中间，真爱贝多芬，真爱莫扎特。莫扎特因若无把迄个谱写落来，因若无甲弹出来，无甲表达出来，那个美好没有办法留到现在。安尼了解无？所以同款，咱对一个介意的人，咱若无对伊表达你的爱意，你只有爱你在心口难开，千万唔通安尼。爱你在心要告诉他，阿们。爱你在心口难开，对方无法度接受到，无法度接受，也没有办法明白你对他的爱啊。人的爱只能付诸东流，但是当你若甲讲出来，表达了时阵，你就会得到回馈，留下那美好的爱情。这也就是咱咧看诗篇，诗人特别伫诗中间留落真水的模样，通过诗句话语，将上帝的听，将感恩、将爱乐、将信心，甚至将认罪甲留落来，表达。互咱后代的子儿孙会当去认捌咱的上帝，正向的陈述表达你的看法，你就会当拿来拿正做一个尊贵的基督徒。除了咱的看法，除了咱讲嘴的表达以外，要怎样，互你甲我的性命，才做一个尊贵的基督徒，就是朝向金银宝石的性命呢？第三真要紧，爱将咱的心的方向。要保守我们心的方向，将咱改变咱心的方向。信用是关于方向，不是你所在的位置。讲一遍好不？信仰关乎在方向，而不在你所处的位置。这句真深哦，敢听？我头先咧看情况，听嘛听几啊遍听无。要成做一个尊贵的基督徒，要紧是改变你的心。特别你的心要朝向一个对的方向，信仰关乎在方向，而不在你所处的位置。我讲一个例，你就了解。你圣经中间有两个人物，是犹太人的第一个王，甲第二个王，就是扫罗甲大卫。这两个人对上帝的信仰会当了解，信仰关系在伫方向，无在伫你心爱所踮的位置。论犯罪，就人的看法中间，扫罗王伊只是着急，无听候祭司撒母耳，替撒母耳来献罪，有无？上帝无欢喜，甚至伊嘛无顺服，好无甲即个亚玛力人好的物件甲留起来，歹拢甲毁灭，伊只有做即两件，上帝无欢喜的事。反观咱来看大卫王，犯奸淫有无？佮照刀杀人，杀死乌利亚，毋若安尼佮骄傲，无听。即个约押的口劝，佮去点数全国的军兵，想要夸口家己的军事能力。啊，你姊妹，照你甲我的眼光来看，对一个罪较大？
对啊，台北，对啊，不是庞大伟哦哈。互咱通看去，论罪的性质，遐是罪的轻重，是台北是比扫罗搁较歹、搁较恶。总是伫圣经中间对台北一生的评价，甲讲合神心意的人，你能接受吗？上帝讲，这个台北是合我心意的人啊！我初读圣经的时阵，我感觉真恶劣来接受这句话。因为信仰，为什么？因为信仰在伫方向，无在伫你的位置啦。较多咱有用台北甲扫罗来做比较，因两个罪拢是因的位置，但是上帝所在乎的是他们生命的方向。有比无？我用一个数学的坐标，这个 Y 轴，这个 S 轴，有无？第一象限正正，第二象限是这个正负，有无？第三象限是负正，第四象限是负负，有无？互咱通看起到这个坐标，你甲画起来，这就是扫罗甲台北的方向的无共款。扫罗的方向，咱看起来敢若离第一象限，有无？是正正的，是比大卫好，但是它的方向是朝向哪里？就第三象限，负负。为什么呢？因为伊自我感觉良好，我比台北较好啦，有无？第三象限中间是以罪、以自我为中心。咱尾也知影讲扫罗的下场真无好，为什么？方向唔对，安怎行就愈行愈远。阿们，看见他朝的方向自我中心，不是顺服上帝，渐渐，伊就对第一象限当中，慢慢的走上第三象限，后来交鬼，有无？反观台北伫伊的坐标中间，我比扫罗较歹，我是第三象限。但是大卫的方向是朝向哪里？第一象限朝向神呐、朝向上帝。所以台北的方向，伊的生命会愈来愈好。这也是咱会通伫诗篇的内面看见着台北的心呐、就是何等会较无追求敬畏上帝。所以而且安尼人明白，信用是在乎于方向，而不在于你的位置。啊，你了解无？哦，我做工啊，做工啊又怎样？做工啊，我朝向我的神，阿们。你做政治不对，你做因由在中间，你朝向你的自私，朝向你的罪的时候，顺探情欲，你就受败坏。伫圣经中间，唔若干那讲起扫罗甲台北，另外一句话讲，耶和华讲，我听雅各，我恨以色，有公平无？人听起来真无公平。但是咱知影，雅各的方向是朝向耶和华的，因为圣经讲。雅各是寻求耶和华的主类，你是无？你是追求耶和华的作为吗？阿们。伊较无做大囝，追求这个福气。是意思咧，一碗绿豆汤，咱即摆话吼，一杯绿茶就卖伊的身份去啊！一杯绿茶就甲阮来去奖个来跳百家将啊！啊，你听无？而且互咱通看见到。你要成做一个尊贵的基督徒，在上帝面前，咱有一天，我们会在神面前呈现我们的生命是金银宝石，这就是得胜者，也是草木禾秸，常常调整咱的看法，阿们，改变咱看代志的眼光。第二，常常把里面的美善表达出来，用话语把它表达出来。无论是咱的看法，咱的讲话的表达，特别。爱将咱的心的方向对向我们的神，阿们。当心来祈祷，包括咧被上帝愿将在座每一位上帝你所尊贵的兄弟姊妹，无论是长老、牧师、中职、小组长，每一个人摆咧伫你的手中，保守阮的心，因为阮安怎看会影响着阮所看到，坚定阮用信心的目睭来看你的作为。主啊，互阮伫厝内底，互阮伫。阮的中会，伫阮熟练的大家庭，伫阮的小组中间，常常做安慰、造就、劝勉，这款水的话语，将美好、爱的言语、爱的行动、爱的语言，常常表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特别，你帮助阮，这世间中间足济咧甲阮迷惑，但是你帮助阮，让我们的心朝向你。即便阮这个时阵，
我徛伫一个唔对、徛伫一个错误的位置，但我的心要向着上帝，方向对了，我的人生就对了。主啊，我的方向就在于你，帮助我行伫你所心意，引带我当地面上，成为一个合神心意，成为一个金银宝石，在上帝面前看为尊贵的基督徒。祈祷，荣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即摆要来准备礼敬圣诗443首，要用接续要来誓约。请富强教会的中级小咱到伫4楼的所在，请富强教会兄弟姊妹会当小咱伫金4到第3节的时，组织到伫4楼到5楼的所在来参与誓约。但来吟圣诗443首，愿打伫主圣殿，请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咱请议长来主持誓约。今日兄弟姊妹照教会的规矩，咱要来举行奉立詹水平传道书，做咱富强教会青年事工的牧师，担任主所交代的性质。在先咱誓约中间，咱分牧师甲信徒。在先来请詹水平传道书来誓约。詹水平传道书，你要领受牧师重大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召命啊无？你有确信新约甲旧约圣经是上帝话，做你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啊无？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独伊做主，既然教会中逐项的职务就我靠伊来设决，你又要安尼行啊无？你要接纳？你要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使徒圣经、尼西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啊无？你要愿意做富强教会青年事工的牧师，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旨意，要忠心直接传福音，一世人归荣光上帝，你也伫伊的圣话，你又要安尼做啊无？教会。长老教会是去做上帝的话，实属你以后所信、所传、所行，若无照教会的法规，你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建约规则的裁决啊无？好，接续咱请咱富强教会兄弟姊妹中集大家起立来做誓约。这点议长代表中会爱唤起咱东会富强教会正信徒兄弟姊妹知。这个时刻也是恁搁再一遍重新奉献立志誓约的时刻。
福祥教会的中级信徒兄弟姊妹、牧者，恁有相信线个别耶稣基督做救主、做恁教会的头啊无？恁已经聘请詹水平传道师要做恁的青年事工的牧师，恁有诚实欢喜接纳伊、敬重伊、疼痛伊、体贴伊、替伊祈祷，甲伊同工兴起上帝的国，煞供给伊的需要，通利益伫教会，恁又要安尼行啊无？伊用上帝的道理教示恁、劝勉恁、劝诫恁、培养恁，照法度料理教会，恁就谦卑来承受顺探，恁又要安尼行啊无？关会保持教会特殊，恁双方老实做，就应该通知咱的小会设法，千万唔通四界保养。至到封来大局，恁又要安尼遵行啊无？好，这点咱这个会长请信徒请坐吼，会长请这个退堂。咱这个时阵要来做换手礼。这是换手礼，请台南中会按摩团来到伫台前，请张水平传道师跪落伫台前。咱同心来祈祷。主啊，你是百万众人的心的，佮照着你的所爱竞选人来做你的圣工。伫你的面前，阮发现家己的真相是何等的污秽、低微佮重罪。总是你对你无限的疼痛，伫你的囝耶稣基督的宝血的赎回。阮感谢你，伫万人中竞选人来做你的同工，予有限的人参与伫你无限永远的圣工。有做人有份伫至圣荣耀的性质，这是何等的荣光！愿只有感谢来应答你圣的呼召，恳求你监察你的切用，互詹水平传道师跪倒伫你的面前，搁再一遍来甲你立约，奉献伊本身，求主你成全你的旨意。通过正落幕这牧师的换手祈祷，设立詹水平牧师来正做愿富阳教会青年事工的牧师来照顾你的羊群，求你的神扶持伊、引带伊、帮助伊来尽忠伫你所调的呼召的职分。求你甲伊同工，帮助伊会开力做你好的使用，互伊会当晓得伫工作中侍奉顶悬仰望你，跟对你神的模样来引带羊群，守使伊的心有智慧。通知羊群的欠缺甲需要，及时来帮助，互伊有所牧养的羊群，时常伫清泉的草坡得到饱足，伫清气的水边得到止水搭，伫清凉的树骹来得到安息。求你守使伊有疼心，亲像你捌为着羊放杀性命；守使伊有耐心，亲像你遍行山坪，走做失败倒倒来。守使伊有自信，亲像你抱羊仔后伫行前来带全群的羊群伫头前，无论是欢喜、艰苦、富足，也是悲节，求你来互伊无袂记哩，伫今仔日跪伫你面前的誓约，恳求你的呼召，互伊担任一个尽忠的奴仆牧者，互伊会当终身一手，直到徛伫审判台前，通对你讲着学了好而尽忠的奴仆，一个尊贵、金银宝石的牧者。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接下来受牧师福。
兄弟姊妹，即剑咱起立，全体兄弟姊妹请起立。一条播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官兵，接纳詹水平牧师做原富强教会青年事工的牧师。煞通知正信徒知，牧师的职分甲官兵是照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建约甲规则交代你。当你受设立做青年牧师，就照顾上帝教会因群，多无兴起上帝国。谨慎你本身的行为，甲你所有的价值，就常常关心这的事，因为照安尼行，要救你本身甲听你信息的人。阿免。会长请坐。这是咱要请特会员来接纳。咱请按牧团来接纳，以及请本庄牧师、有真牧师发言的牧师来到台前接纳。也请咱本庄，也请咱台南教会中委长老来到台前接纳。请富强教会小会来到台前接纳。咱请新任牧师陈水平牧师来讲就任词。特会员、各位牧长、来宾、各位兄弟姊妹以及我的家族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这是一个非常奇妙，而且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道路。回想我的生命的过去，其实我是一个真软弱的人，真侪代志，若毋是靠主的恩典，真正无法度行到今仔日。回想我信仰的过去，也是伫我的生命的历程当中，有侪的第一届。也有侪特别的经历，我用规个我生命当中的第一届来称做我这届奉立称做牧师的就任词。其实伫我的生命当中，我出世就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我的阿公是牧师，所以当我第一届有想法要称做牧师的时，是伫我细汉的时阵。原因是因为较早我住伫台南。阮阿公伫屏东牧会，所以每一礼拜我到伫屏东的时，我就一直抓做讲，牧师只要上班一工就好。
所以这是我第一届有想法讲，我要真做一个牧师。但是真正开始伫新学院学习，真做一个传道师，到伫今仔日要奉你真做一个牧师的时，才发现毋是遮容易。其实伫追求信仰、伫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有侪人真做我真好的帮衬，也常常为着我祈祷，为着我祝福，才会当互我今仔日徛伫遮，甲大家做伙分享这份的荣耀，而且是对上帝来的荣耀。我生命当中的第一届，其实伫人的一生当中有侪第一届。第一届学习讲话，学习骑脚踏车，学习行路，有侪拢是特别的经验。对我来讲，第一届认捌到这个信仰，除了对我的家庭以外，嘛对我细汉大汉的南边教会，伫遐有真好的学习，伫遐有受到侪的长辈伫遐照顾，嘛伫遐有侪的兄弟姊妹，互我通享受到啥物叫做教会的生活。这是我第一届认捌到啥物叫做教会，啥物叫做信仰。当我到伫学生时期，我第一届经历到啥物叫做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当我到伫青少年的时，来到伫富强教会，来到伫富强教会，拄到侪的同工，侪无共款的兄弟姊妹，互我真侪的帮衬，互我真侪的祝福。特别伫我青少年时阵，我拄到吴伟月牧师，我伫伊身上学习到啥物叫做创意，啥物叫做爱努力打拼来传福音。我嘛伫过去伫蔡正道牧师，伫牧师娘伫因全家的身上，我学习到啥物叫做看无家己，学习叫做啥物叫做尽其在我。伫我青少年的时阵，经历到啥物叫做上帝放伫我生命当中的恩典，也开始敲揣。啥物是上帝爱我去做的工作？当我第一届决定要去读新学院的时阵，当我离开到伫新学院，看到新学院的礼拜堂内面写着一句话，讲毋是恁经我，是我经恁，佮设立恁，互恁去结果子，互恁的果子久长伫咧，佮互伫我的名，无论对白求啥物，伊就互恁。看到这句话的时阵，佮互我。搁一摆搁较确信，这是上帝爱我去做的工作。嘛，伫新学院一开始的时，印象非常深。阮的希腊文的老师教阮读一句希腊文的圣经，伫启示录内面，伊讲耶和华是阿拉法，也是欧米伽，是开始也是结束。老师教阮鼓励，也教阮提醒讲，行神学、行信仰、行牧会这条道路，既然上帝引带你来遮。开始学习，开始行这条道路，伊就引带你开始，也引带你到底结束。伫第一届人生特别经验到伫新学了后，我嘛第一届到伫实施教会，开始参与伫教会的活塞，开始接触搁较侪无共款的教会形态。伫过去伫溪州教会、伫木沙教会、伫新丰教会。甲遮牧师、甲遮兄弟姊妹长职斗阵服侍，也伫因的身上发现，伫无共款的教会安怎来服侍无共款的羊群。然后嘛是我第一届结束了后，嘛是我第一届真做一个传道师。感谢上帝的恩典，伫我毕业了后，有3档的时阵，到伫人坎丹教会，含伫迄个教会所在，含遮的长职。含牧师做伙伫遐同工，特别伫林牧师的身上，我发现啥物叫做爱坚持，伫信仰当中，伫做事工内面爱坚持。就算伫拄着困难、患难的环境当中，犹原保持一个喜乐的心，继续去服侍。这是我第一届伫生命当中也去真深的体会。也是第一届伫我真做传道师的时阵，有真好的学习，也伫人坎丹教会的兄弟姊妹身上感受到恁对我的疼。今日嘛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届真做牧师，也是第一日真做牧师。但是我想，这个第一届也是互我搁一届来。互我一个真大的提醒，也嘛是互我一个真大的反省。
到底上帝使用我的生命，已经选我来成做一个牧者，到底伊的目的到底是啥物？一开始我讲到，其实回想我的生命，若毋是靠着上帝的恩典，若毋是靠着上帝的帮衬，真正毋知安怎行到即马即个地步。搁一摆回想，其实上帝要使用的，毋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我，上帝要使用的是一个愿意回应伊呼召的我。我想上帝呼召咱，上帝呼召每一个人，伊一定有伊美好的心意，也有伊想要成就的代志。上帝呼召咱，一定会成就咱将来拢无想象过的大的事。我想上帝对咱每一个人的呼召，不只是对我，不只是对每一个人，拢有伊爱咱去完成的代志。今日我伫遮接受侪侪牧者、侪侪兄弟姊妹的祝福，伫遮诚做牧师，也诚做富强教会的青年事工牧师。我想，这是一个更较大的挑战，也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是一个搁一届回应上帝的呼召，回应上帝恩典的开始。愿上帝的恩典，不只是祝福每一个来参与的牧长，每一个兄弟姊妹，也伫我的心上，也甲每一个我要服侍的兄弟姊妹，特别是遮的青少年朋友同在。互咱用咱的生命，搁一届来回应，回应出咱拢是互上帝呼召的人，用咱的生命，用咱的生活的方式来互咱认捌这位上主。搁一届感谢每一个来参加的牧长、来宾，甲我的亲人朋友，愿上帝的美好、上帝的祝福充满伫恁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咱请社会长和文化牧师来介绍新任牧师。各位兄弟、各位来宾，我真欢喜，会当来介绍我的新的好同工，新出炉的牧师詹水平牧师。感谢主，詹水平牧师伊是对富强教会青年时代受造就、出身栽培。伊欢喜受呼召，搁倒转来母会服侍，才是真感恩的事。我也感觉非常好，有好的少年同工来协助帮衬，特别是牧养这的青年主一路。我相信这是上帝美好的恩典。詹牧师转来到母会服务，对富强教会来讲，嘛毋是新的例。伫30几年前，咱的陈明乐牧师也是本会出身，伊30几年前嘛，转来伫阮的母会服侍。相信这是一个美好的传统，表示母会的兄弟长职拢真疼惜家己的子弟出身。感谢主，水平牧师伊大学是读这个资管，就是表示对科技方面有真好的研究。但后来伊就去读神学院，来顺序来得到道学硕士的学位，受分派2019年到伫桃园南崁大安教会开始服侍，伫遐有美好3冬的操练，所以伫今年就倒转来到母会服侍，真感谢主。伊目前还阁是单身啦毋过毋免咱甲介绍因为明年嘛咱带着牧师娘转来安尼所以阮是带一个，搁趁一个就对啦感谢主。拄则咱嘛听到水平牧师伊咧讲起，伊的阿公是牧师，就是咱坐伫头前的詹振发牧师啦伊退休的牧者，咱教界的前辈伊的家族我感觉真感动。詹牧师伊的家族已经是第4代所以意思是咱的这个詹水平牧师是第6代。
我看到因的家族的历史嘛，真感动，因为因的第一代信仰的前辈，伫1875年，就是咱释教10冬后，伊的家族就信主啊。啊，就是伫台北啊，伫南港十指受马偕牧师的洗礼。啊，迄个时阵，随便牧师的阿祖叫做詹清江，就已经成做传教者。啊，所以迄阵是做马偕牧师的学生，看起来阁像古代的代志，啊，事实就是伫个家族的内底。啊，所以有一款真美好的传统。啊，伊的阿祖因为后来有去到花莲来牧会啦吼。啊，所以比如说伊的家庭说，规家拢较用花莲做因的徛家的所在。啊，水平牧师的阿公就是拄啊咱介绍的詹清芳牧师，伊是因的家族第2位传道师、传道人。啊，也真侪时间伫东部。啊，伊退休的时阵呢，就来到即个南边吼，咱屏东的南边教会。啊，所以感谢主，水平牧师伫因的即个6代中间是第3代有出牧者，啊，这是上帝所祝福的家族。上时嘛有感觉到水平牧师的妈妈这边吼，嘛是有几啊代的基督徒吼，差不多对。水平牧师这文就是已经第5代，啊，伊的外公外妈嘛拢是虔诚的基督徒，啊，担任中职伫屏东有真美好的服侍，啊，所以我用简单来介绍这个家族，啊，实在是互咱感觉真钦佩嘛，真欣赏伫美好的信仰。但我来介绍水平牧师的阿公真好牧师，来，我徛起来，互阮甲你恭喜一下，阿公哈。来，感谢哈！随便牧师的爸爸随石营长老、珠宝长老娘，伊的小弟瑞安伫倒位？而且感谢主因毋免做来宾，因为阮也是咱富强教会的长老啦吼，实在是足感谢主。第2部分我来介绍就是伊爸爸这边的亲人吼。有伊对屏东来复兴教会来的即个阿哥、阿丈、表小妹、表小弟，即个孙敏阿哥即家来徛起来，阮熟悉一下。伊嘛是伫屏东复兴教会真好的服侍，感谢主吼。过来是有伊即个南方的家族吼，就是伊对花莲来的伯公阿姆、搁姑婆、搁堂姑丈来。哇，拢遮长辈对花莲来，因迄昨昏就来安尼，昨昏就无这连续假日吼，买无票啊吼。感谢主伊的妈妈这边嘛是足听主的基督徒的家庭啦吼，来介绍伊的阿姨朱爱长老吼，搁朱燕。搁参伊的姑丈、阿舅、表兄、表姊吼，因为名遐济啦，大家记袂起来，请因规家拢徛起来好无？12位嘛是对屏东来，真欢迎吼，感谢主。搁有对花莲甲台北来姨婆，搁姨丈公，搁表哥、表姑丈来徛起来，阮来一个哎，欢迎哈，谢谢。毋知瑞平牧师有介绍无对的无？拢介绍对啊吼！所以你看瑞平牧师真用心，甲名单拢写好好。我若照念到1点钟后哈所以表示这个家族真团结、真三挺，请恁会继续替瑞平牧师祈祷，愿上帝赐福，多谢。这是富强教会天母台基甸牧区以及主流老师的联合诗班，要带来祝福的诗歌。我的性命很努力。
咱大家斗阵将咱的性命献予咱所爱的耶稣。这是咱请富强教会陈满足牧师代表教会来敬送礼物给新任牧师。总会团福会，请魏进中长老来代表总会团福会来敬送小礼服。这是咱请台南圣学院董事长来代表圣学院来敬送礼物。这是咱请台南中会牧团会会长王大比牧师来敬送礼物。请台南中会第1小区区长王信武牧师来敬送礼物。南坎大安教会主任牧师林牧师来敬送礼物。屏东南边教会牧师来敬送礼物。因为礼物足济，请小等到伫1楼来找陈牧师。这时，咱要请富强教会圣歌队带来祝福诗歌，为着主的荣耀。我
是咱请中委李会长老来读作品甲贺电。感谢各方的祝福的好片，因为篇幅有限吼，请咱大家看顺序单后壁面的即个 QR code， 咱家己扫来看。啊，我选其中的3封来读。第一封，今在主内衷心祝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南中会福阳教会举行詹水平传道书创立牧师开就任青年事工牧师受职礼拜，做主中保，做羊良牧，人着抓阮做基督的册用，做上帝才会奥妙的关系，歌所仰望。伫关系的是爱伫伊尽忠。哥林多前书4章1节2节。愿上主赐福，稳上加温，力上加力。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第67届总会议长戴锡钦总干事陈信良凯全体总委一同敬贺。第二封，今在主内衷心祝贺詹水平传道书创立牧师开就任福阳教会青年事工牧师受职感恩礼拜，良师善牧，著所赏识，就任圣职，专务一致。你着旨意，互上帝看你做可处的，做免见效的做工人，照正义来开拓真理的道。台南中会第92届议长沈建义牧师，开全体中委牧师长老一同敬贺。第三封，恭贺校友詹水平传道书创立牧师开就任福阳教会青年事工牧师受职感恩礼拜，毋是恁敬我，是我敬恁，佮设立恁，互恁去结果子，佮互恁的果子久长伫地，互恁伫我的名，无论对爸求啥物。伊就互恁。约翰福音15章16节，佮对恁讲：你是我的奴仆，我拣选你，也无弃绝你。你无伫惊吓，因为我甲你三角伫地；无伫软弱，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的确坚固你，我的确帮助你。我的确用我公义的正手扶持你。以赛亚书41章9节到10节。台南圣学院董事长周信典、院长吴仲林，开全体教职员生一同敬贺，恭喜詹牧师，恭喜福阳教会。就是请福阳教会台湾族牧师代表台湾族长老代表福阳教会来致谢词。牧师团各位在座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首先，伫遮来恭喜水平牧师。今日双喜临门，创立做牧师是小烫烫的吼，刚出炉。佮就任福阳教会青年牧师。耶和华讲，我要将合我的心的牧者赏赐恁，要用知识甲智慧养饲恁。愿主的恩典赐福，甲水平牧师三级之地。今日
实在是一个值得欢喜甲感恩的时刻。敢若是亲像富强教会咧办喜事迄一样，逐个人拢来参与哩即个盛会。上帝恩待富强教会，为阮备办一位年轻的牧者，而且是阮教会家己培养出来的青年，阮感觉真欢喜，嘛真骄傲。看伊安尼早前是一个少年囡仔，今仔日着做牧师啊，我着家己咧想，互你录甲老啦。水平牧师伫牧师阿公长老爸爸热心服侍的妈妈，伊妈妈的名吼，若是讲台语，叫做珠宝啦，吼，珍贵的珠宝吼。对细汉就建立好的信用根基，伫成长的过程，阁有好的牧者，水平牧师伊拄则就任时，伊有讲。委员牧师，是10冬前就任伫阮富强教会，成做青年牧师。毋若拄着委员牧师，阁蔡牧师，真好的教导的陪伴，鼓励，互伊接受神学院的栽培，伫神学院装备。毕业了后，阁去受派去到哩桃园南坎大安教会，做传道师3冬的服侍，3冬的磨练，通有今仔日的水平牧师，传承跟接棒，一棒接着一棒。水平牧师伊愿意委身伫青少年的事工，成做富强教会的青年牧师，甲夏牧师、谢牧师同工。共同来牧养教会，就亲像拄则议长讲的，要互每一个兄弟姊妹通成做尊贵的信徒，互即个殿后来的荣耀赢过早前的荣耀。伫遮，我代表富强教会全体信徒，献上满满的感谢，愿一切荣光拢归乎天父上帝。感谢特会员、中会议长沈建义牧师、副议长廖福来牧师、副书记陈玉智牧师、中委牧师朱宗宏牧师、中委长老李仪会长老。教会小会议长夏牧师，伫遮来主持水平牧师洪牧凯就任富强教会青年牧师受职感恩的礼拜，感谢恁大家的着磨，感谢在座的牧长、贵宾、亲人朋友、主内的兄弟姊妹，拨恁宝贵的时间来参加。特别感谢桃园南坎大安教会，有真侪人做伙远道来遮来参加水平牧师的就任礼拜，真感谢恁，请咱用普话声，请咱起立，甲恁说多谢。咱嘛要感谢南比教会南比教会应该是吃饱吗？迄个詹牧师这边的教会，林边教会伫这边甲恁说多谢，伫这个国庆连续3天的假期，愿意拨恁宝贵的时间来参加这个。水平牧师的就任，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温暖。感谢富强教会圣歌队、提摩太牧区、基甸牧区朱丽二老师的献诗，恁的献诗，互这个受这礼拜感觉真温暖，
充满了感恩。感谢指挥美娟老师、佑安老师，还有大提琴、小提琴的老师，所有参与的同工。感谢所有参与伫感恩礼拜潮外的富强教会所有的中职同工兄弟姊妹。感谢水平牧师的爸爸甲妈妈、硕荣长老、慈宝老师。我拄则甲慈宝老师讲，你即马我会甲伊靠甲叫啥？牧师嘛，伊讲你毋通叫我牧师嘛哦。我说那个是尊贵的啦，尊贵嗨，我会叫你牧师牧师嘛。好，将恁宝贝的后生献身互上帝。诚做上帝的工人，诚做富强教会青年牧师，我嘛会亲像恁同款来疼惜伊、尊重伊，时常为伊来祈祷。感谢大家的参与，富强教会有准备一份的小礼物要送互大家。咱的程序单有一个截角咱等下就凭着那个截角咱伫1楼，阁有2楼，拢有伫遐有同工伫遐咧分送咱拢毋免客气万一若是同工有疏忽请你毋免客气。最后，愿恁甲阮做伙起坐，靠主喜乐，得胜有春，良善合神心意，丰盛的生命。多谢大家。然后，咱三个来吟上吟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吟诗说，咱请议长来为咱祝福祈祷，请咱记得来吟全首。希望咱通平平安安倒转去，咱就保守咱的看法，保守咱的讲法，保守咱的心，伫咱的上帝，咱就会通成做一个金银宝石，上帝看做尊贵的基督徒。但愿最后所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大疼痛，圣神的相通感动，常常甲咱圣大家三个弟弟，特别甲水平牧师，甲愿富强教会同在，对一点到永世代无尽，祝福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会众议员卡特特别员退场。会众请坐。